府争取教育部偏向学校计划，总经费有2亿8千万，要替县内7个学校起新的中央厨房。今仔日伫伦培国小举行动土典礼。那还有扩建工程，有2所学校也争取了3000万，所以呢，未来我们有9所学校是采中央厨房的方式。新的厨房会使甲厨工的人力、食材处理和运送做统一的规划和安排，唔但增加厂商服务的意愿，嘛提升学生食食的品质。未来的话，另外会有这个营养师跟厨工的一个设置让整个这个学校的运作能够更加的便利跟顺畅。希望透过资源的整合，会使让偏乡地区的师生享受到上好的饮食照顾。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